如何有效推廣業餘無線電持續推廣業餘無線電 （Amateur Radio） 並使其持續發展，關鍵在於打破老派、高門檻的刻板印象，並將其與現代科技與社會需求掛鈎。以下是幾個核心策略：一、形象現代化，從大叔聊天到極客科技。傳統上，業餘無線電常被視為長輩的愛好。要吸引年輕一代，必須強調其科技屬性與 DIY 精神。推廣數位模式，重點介紹 FT8、D-Star、DMR 或衛星通訊。這些模式結合了電腦技術，更符合現代極客 geek 的胃口。與 Maker 文化結合，強調無線電是硬體開發 SDR、軟體定義無線電和天線 DIY 的基礎。視覺包裝，在社群媒體如 Instagram、YouTube、TikTok 上分享美觀的機台設置、野外架台 SOTA 的短影音。二、降低入門門檻，很多人因為考試和設備成本望而卻步。數位化學習，開發或推廣更易用的線上題庫 App 和互動式教學影片，將枯燥的法規與電學理論形象化。體驗式推廣，舉辦體驗日，讓未取得執照的愛好者在有照人員 Elmer 的指導下進行合法的試敷 Secondary Station。高性價比方案，推薦入門級的廉價手台，如包 fan 等，或 DIY 套件，讓新手能以極低成本跨出第一步。三、強化社會價值，應急通訊 MCOM。在災害發生、網路中斷時，無線電是最後的生命線。與社區聯防結合，推廣鄰里通訊網概念，讓大眾意識到無線電不只是娛樂，更是家庭防災的必備工具。組織演習，定期與民間搜救隊或地方政府合作進行模擬演習，提升無線電玩家的社會存在感與榮譽感。四、遊戲化與獎勵機制。業餘無線電有天然的收集屬性，可以進一步遊戲化。POTA 山岳、公園通訊，鼓勵玩家走出戶外，結合登山與旅遊。這種形式非常受歡迎，因為它具有運動與打卡的雙重屬性。QSL 卡與證書，雖然實體卡片減少，但數位證書如 Lotto、EQSL 的收集仍能帶來巨大的成就感。五、導師制度 Elmering 的延續，這是無線電圈最優良的傳統。建立線上社群，透過 Discord 或 Telegram 建立即時答疑群組，避免新手在購買第一台機器或架設第一根天線時感到挫折。老帶新機制，鼓勵資深火腿 OM 主動協助新人完成首次通訊 First Contact。總結，核心推廣邏輯、維度、推廣重點、目的、技術、SDR、衛星、數位模式、吸引科技愛好者、應用、應急通訊、防災、體現社會價值、生活、戶外架台、Porter、與現代生活方式結合、門檻、線上考照輔導、廉價設備、減少流失率。業餘無線電的持續發展，不在於保留舊技術，而在於如何用新平台和新需求去重新定義這項充滿魅力的活動。你目前是打算在特定的社區推廣，還是針對校園社團進行招新？ Google 私隱權政策在新視窗中開啟。Google 服務條款在新視窗中開啟。你的私隱